你嘅2026年嘅2月17號開始到2027年嘅2月5號，呢段期間咧，邊一個生肖咧會犯太歲？有咩方法化解？正所謂太歲當頭坐，無喜恐有禍。傳統啲嘅方法咧，揾一啲喜事沖一沖氣佢啦。例如結婚添丁置業都可以咧減少因為太歲造成嘅影響。首先咧，本命年生肖屬馬，今年係值日生，但係咧佢係呢個刑太歲、值太歲。當然啦，要自己咧調節下自己嘅心情，唔好同人發生爭執啦，放鬆啲啦，唔好封閉自己。5月啦，或者喺11月咧左右咧就去洗下牙啦、捐下血啦，都可以化解下血光之災㗎。